唔係需要錢的，是需要不說好聽。好多香港人第一句就問我呢：內地樓咁平，值唔值得買㗎？我唔會第一時間賣樓，我會先同你講清楚。優點好簡單，第一個空間大，你喺香港住300-400尺，上到嚟中山或者係珠海，分分鐘1000尺以上嘅，仲有露台，仲有小區環境。第二個生活成本低，衣食住行管理費基本上係香港嘅1/3啦。第三個節奏慢，退休生活真係好舒服。但係問題呢，我都一定要講。第一個醫療習慣唔同，香港人習慣咗公立嘅系統，呢邊呢要適應嘅。第二個交通，如果你成日要往返香港啊，咁其實呢個車程要成個幾兩個鐘嘅，自己揸車嘅話，呢個會好攰嘅。第三個最大嘅問題啊，信息差。好多香港人唔係輸響錢啊，係輸響唔熟行情。所以我成日講一句，你其實唔係買樓，你係換生活。啱你嘅好舒服，唔啱你嘅會後悔。如果你係香港人，打算北上養老，又唔想話買錯或者買貴，可以 WhatsApp我，我會用最直接嘅方式幫你分析清楚。